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阁经过一礼拜，伫教会三甲组织来敬拜上帝。此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主爱，请咱大家来吟圣诗210首，圣诗210首。那落地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羡慕爱到上帝所踮迄位。圣诗210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那落地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因我爱到上帝所踮迄位，我的心喙焦，因无尽我上帝，爱踮伊面前徛，诚实会到迄地，对着斗地问，你的上帝倒位？我心艰苦袂算，因为甲主离开，请事实真不安，真心望主名，伊免用我爱走，我要学落感谢，伊日是主上帝，要用尽主赞我，伊是我心肝，我要感谢无算。这时，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大家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30篇。启应文30篇，伫圣诗后面1053页。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我抬头看山，
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顿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也袂论伊。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天命来保护你，日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一时到境外。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互阮无受阻挡来到你的圣殿。阮感谢你用听用来引带阮，各用基督的宝血洁净阮一切罪、一切不义甲误会，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互阮成做你的儿女。因为安尼，阮再次感谢你，全能的主。即时，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咧，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话成做阮的气力，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连。感谢你，互阮通过自习、读经、分享、祈祷，通过研读的经文、见证等等的文章，互阮开启新的眼光，伫上帝话语中看见满满的祝福。毋过，阮伫生活中会拄着挑战甲困难，伫工作上、经济上，常常拄着侪侪压力、侪侪阻挡，直到偏离主的道路，做出主无欢喜的代志。求主赦免阮的软弱，用丰盛的主爱撤销阮的过失。恳求圣神扶持阮，赏赐阮气力，赏赐阮稳定，帮助阮无受环境、无受时代潮流、风气甲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伴照，靠主来得胜。特别伫这旧历7月所流行的几月，阮看见侪侪人咧祭拜现象，求主怜悯，求主拯救，求主使因智慧脱离罪恶，阻止一切侵害伊的势力。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圣手，求主你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恳求圣灵引带合主心意的牧者来牧养，也要为阮教会复兴、中职兄弟灵命的成长来祈祷，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乐，互团契互相分享喜乐，分担苦难。搁恳求你保守赐福，互阮众兄弟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只是阮也要为世界和平、台湾国际民主来祈祷。祝阮羡慕你的真理，阮意爱你的民主自由。恳求你来掌权，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除去侵略者的野心。阮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内点导真正和平的火，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互你的国伫和平的中间临到因的所在。求你引带因除去三对敌甲自私的野心，搁对因的心中唤起公平、疼痛甲和谐一致的精神，早日结束战争，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
阮要为即次的疫情来祈祷，感谢你保守台湾伫疫情的期间，透过正确的防疫政策，甲全民配合，互伤害降到上低。更恳求你，互全世界疫情早日平息，也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甲运作。祝阮今日礼拜头到尾的原理来感纳，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张牧师的正道传讲上帝的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要安静阮的心，好好来领受你要予阮的真理，奋兴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主所欢喜的工作。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只是要请献歌队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诗是《阮感谢主》。
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这是咱要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哥林多后书13章第50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0到第10节。这是我来读。练着试看本身有点伫信，也无着家己验看，也是毋知练毋是通气杀的，就有耶稣基督点伫恁。阮也毋望恁会知，阮毋是通气杀的，但阮求上帝，互恁所行无一项歹，毋是要显明阮做通接纳的，是要互恁会行做拢好。阮虽然做亲像通气杀的也通，因为阮袂为做啥物来艺真理，就是帮助真理。阮软弱，恁勇壮，阮就欢喜。阮所求的，就是互恁会完全。因为安尼，我三离开的时，写这个互恁，通伫三见面的时，免照主所互我的权来用验法。这个权是要起造，毋是要车倒。以上，这是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完全的人，请咱来恭敬来听。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上帝，你是和平的人君，你是平安的王。谢上帝，阮毋若是安尼相信，阮犹原是要照安尼来你来恳求。上帝，阮看到过去即礼拜台湾，阮真正需要你的和平。阮真正需要你的平安，因为看见帮着极权势力要用恐吓的方式，要抵到阮的心惊吓不安的方式，叫阮来安静听话。但是上帝，阮深知，你临在和平，你所想说平安，毋是安尼。谢上帝，恳求你将你真实的和平。真实的平安就享受伫阮台湾。我嘛看到即礼拜台湾社会，阮去面对台湾处境中文化风俗的7月半。谢上帝，阮看到真侪时阵，即种的祭拜所反映的，乃是需要平安。祝愿你真实的平安就降临伫台湾。就临在伫每一个需要平安的心中，上帝，我嘛欢喜，真做你的妻婴，真做和平的使者，平安的使者，将上帝你属天的平安来带到阮所徛起的社区、阮的家庭，甚至伫阮工作的所在。互众人因为阮甲因同在，阮甲因三甲徛起。去体会、感受到属天的平安是怎样？上帝，阮深知，阮虽望真做你的妻婴，但是阮需要继续伫上帝话语中得到帮助，伫上帝话语中来重新来去审视阮的信仰。愿你早起搁一遍照着你的话，真做阮的提醒，真做阮的鼓励，真做阮的安慰。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早起所看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我毋知咱的兄弟对圣经，特别新约
保罗批信的熟悉程度是怎样？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开设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嘛是保罗用将近1年半的时间，甲因做伙，甲因徛起来起造的一间教会。所以其实咱会当看到，咱今日所看是哥林多后书，咱会感受，保罗咱一直写批互哥林多教会，敢讲迄间教会兄弟，人讲程度较差。需要保罗来写批教导因吗？如果咱对圣经有搁较熟悉真捌的时，检测咱可能伫早经的时有印象。有一寡圣经学者咧研究的是咧讲，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毋若是2张批信尔定，有可能是安怎3封、4封，甚至有一寡圣经学者讲应该5封以上啦。不管是怎样，咱会当去想象这样代志无？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保罗要不断写批予因？感觉因较戆吗？较含慢嘛？拢毋捌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爱不断写批教导因。其实实际上，哥林多教会兄弟并毋是拢戆含慢。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人，某一个程度是一个真有知识的一个城市。内底人是真有智慧的人，怎样来讲？因为伫罗马帝国时期，伫一寡咱讲较大的城市、经济较好的城市，有真济咱咧讲哲学家，有真济的哲学家伫遮的城市伫传讲因的思想，伫真济哲学家伫即种真大的城市，那亲像咱咧讲。咱即摆如果用街头艺人的感觉，感觉讲哈，因是毋是较差？伫罗马帝国时期，毋是哦，遮个人伫真济城市、伫路口、伫宣扬因的想法，伫传讲因的理念，互真济人因为安尼受到真济启发。因为迄个时阵，无咱咧讲学校即种的所在，无咱即摆咧讲有电视、有新闻，所以真济人如果要认捌真济代志。如果有人要了解更较深刻的，咱讲理念思想，伫街头有人伫讲的时，有人就会听，就去理解。所以伫罗马帝国时期，有真济大的城市，哥林多嘛共款，有真济有智慧的人伫迄所在传讲真济种的哲学思想，伫讲真济道理。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人是听真济无共款。即种的言论，所以你爱讲因含慢吗？其实讲袂过啊。但是保罗要真认真要帮助教会兄弟，分清楚明白规个信仰。原因是有真济兄弟听太侪遮的思想言论了后，对到信仰走精去啊。对到认为讲这人讲较有道理哦。保罗，你讲的敢有影？所以保罗要不断这个批信来帮助教会兄弟去正确明白到底什么是基督信仰。若是安尼，哥林多这个城市，我拄仔讲是一个真大的城市，是一个港口的城市，经济贸易真兴的所在。南北二路的人拢伫这个所在做生意。如果是安尼时，咱会当理解。这个所在人有对无共款所在自执，因自然就将因家己伫自本所在的观念、想法、文化、宗教，拢会带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所以某一个程度，哥林多是一个真，咱讲，伫一个正面角度来看，是一个真多元的城市。各种的思想拢有，无共款文化拢有，无共款的宗教信仰拢有。但是用另外一个较负面的角度来看，迄叫啥？叫做什么代志？你感觉讲太有可能的代志，拢会伫这个所在发生啊！人讲光怪陆离的代志，伫这个所在袂稀罕啊。哥林多就是这个城市。即种状况的城市，但是拄仔讲了，我毋知咱有迄种感受无？
听起来，甲咱台湾甲上嘛真像，敢毋是？台湾某一个程度嘛是一个咱讲追求知识的一个所在。咱用简单一个来看就知。最近咱要选举啊，咱去看咱一寡的看板，你会看某咪候选人后壁伊拢会写博士。咱嘛看最近有真正吵闹伫吵论文，为什么要吵论文？因为论文背后代表是什么？一个学历。台湾是一个追求知识的一个所在，所以候选人你不管选啥，你的看板后壁拢爱写什么博士，无的时都爱写什么硕士，啊，甚至同学啥，万不幸你是硕士，你同学都2个硕士、3个硕士，哦，大家感觉讲，你较有学问，啊，但是你的学习，你学的迄个物件，甲你要选的物件咧，无共款嘛无要紧，反正你有读，安尼就好啊。共款伫咱台湾社会，咱毋是自细就教咱的囡仔讲，啊，你国小认真读书，然后呢，你就可以读一个好的国中，国中好好认真读书，然后呢，就可以考一个好的高中，高中好好认真念书呢，就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大学认真念书呢，就可以考研究所，硕士念完呢，念博士。咱台湾社会其实某一个程度真正是一个，什么代志拢感觉讲啊，这种人较厉害的感觉。咱讲官大学问大，伊的知识就通高，伊的讲法就对。若是安尼，咱台湾社会各种的言论拢有，特别现主时网络真发达的时，少年人讲法，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流量，反正你讲啥都有人会听。都有人都会去跟地，都有人在学习，无咪人咱讲网红，伊讲的有道理哦，就照伊讲的来行。台湾社会那亲像哥林多，敢毋是？真侪无共款的文化，真侪无共款的宗教，拢存在伫台湾。所以真侪时阵，当咱你看哥林多，不管是真书、后书的时，会让我们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真侪教导，真侪时阵，那亲像是对现今的你我、现主时的台湾教会的教导。如果是安尼的时，咱用这个角度来看今日经文，你会看见今日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结尾啊。这结尾某一个程度，你嘛会当看做是哥林多前书后书的一个结尾。伫今日经文内底一开始，咱看到保罗提醒教的兄弟，爱好好来去，咱讲反省家己的生命，爱好好来反省家己的信仰。你如果注意看，咱的台语圣经的翻译，会当看咱今日金句就好。13章第5节，省察家己。看有照信用的生活无？我毋知咱看呢，你有啥物款的感觉？有时咱读圣经就安尼读过就准煞，但是咱来去想一项代志哦。这张批是写予哥林多教会兄弟的批信，哥林多教会兄弟拢是洗礼基督徒。安尼就趣味咯。保罗他会要写批予哥林多教会这个洗礼基督徒，问因讲：恁有照信仰的生活无？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哦。也就是讲，你有洗礼，你有伫教会出入，你无拄拄是照信仰的生活。这是我讲，如果用哥林多批信前后书来看的是，这是对哥林多教会一个真大的提醒。爱教会兄弟好好来想，恁是毋是有照信仰来生活？如果是安尼的事情，兄弟，咱拄仔讲，如果咱的处境甲哥林多教会处境嘛真是共款的事，安尼保罗是毋是嘛伫问咱？
保罗是毋是嘛？伫问咱讲，咱是毋是有照信仰的生活？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真咱讲很沉重的提问啊！你检查想讲，牧师，我已经坐伫遮做礼拜啊，我有参与聚会，我有服侍，我有奉献，太过你问这个问题。但是咱看保罗伫安尼问哥林多教会时，嘛共款你问咱啊，就算咱坐伫这个所在，就算咱有服侍，就算咱有长执，保罗嘛共款伫问你我，咱有照信仰的生活无？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啊！为什么保罗要问伫哥林多教会遐个洗礼，伫教会出入遐个人伫讲？恁是毋是有照信仰的生活？保罗为什么要安尼甲伊问？检查的人可能讲啊，我知啦，亲像哥林多前书共款一样，哥林多教的兄弟拢对老败坏，因为因拜偶像，因为因安怎行奸淫啊，这些拢是不对的，所以保罗伫安尼甲因，咱讲提醒，甚至伫甲因指正。但是如果现在是我要进一步邀请咱来去想一项代志，保罗为什么要安尼来问哥林多教会的兄弟？为什么要讲因这行为是无妥当的？牧师，你是圣经读个歹去啊？是安怎？你问题啊简单，因就是违反信仰教导的道德嘛。因就是违反道德，所以保罗才要安尼甲因提醒啊。但是我要进一步的问，我要进一步邀请咱来思考，所谓违反道德，这道德指的是什么？违反道德，这道德所讲的内涵是什么？可能你互我问到无啥。其实我要保罗问这个问题，就是头前咱所看迄段经文啊，是毋是有活伫信仰的内底？原因是真侪时阵有一寡人将基督教信仰看作是起坐伫伦理道德顶面的一个信仰。其实咱会当来好好来去想啊。基督教信仰是起坐伫伦理道德顶面的信仰吗？检查是啊，咱的信仰毋是甲咱讲毋通安尼，应该爱怎样？是啊，咱的生活有圣经真侪准则，这诚做咱的伦理道德啊。但请兄弟，咱来去进一步来去想一项要紧的事，什么叫做伦理道德？所以你今仔是来考试啊，是安怎？其实咱爱好好来想这个问题啊。伦理道德，伊所讲的是什么？伊是讲一个咱讲特定的族群，一定有范围限制一群人，因为因斗阵做伫这个所在生活，因斗阵伫这个所在过日子了后，产生这个团体内部的真侪规矩。这个规矩所代表的是这个群体应该有的生活模式，所以这个规矩真侪时阵去限定这个群体内底可以甲袂当的事。无所以你解说规部我有关啥无？你要讲啥啦？但是咱用一个简单的例就好啊。伫咱华人社会。有咱华人社会伦理道德，对无？用简单的来讲，伫咱华人的伦理道德顶面，你碰到长辈，你爱称呼，你用伊的辈分来称呼伊，敢毋是？你袂当叫伊的名。所以咱有一句话叫啥？叫做论辈，无论岁。我印象当深，因为我是台东囡仔，细汉的时候，阮外妈生11个囡仔。我听阮妈妈讲，
阮外妈伫做月来的时吼，拄啊，阮一个阿金嘛伫做月来，同时阵做月来，所以代表是啥物？代表我一个阿舅，甲我一个表兄，因是同班同学。迄个时阵，大家拢住伫庄骹，住斗阵做伙，所以我看就是阮听阮妈妈讲，阮一个阿舅甲阮一个表兄，因着做伙上课，做伙下课，同班同学，理所当然嘛。可是阮这个表兄转来，就足讨厌阮迄个阿舅。为什么？迄考试啥，大家拢知。所以因拢讲串通好讲，转去袂当讲今仔考试哦，袂当考几分哦。若是安尼，伊同讨厌是啥物？伊同讨厌，转来厝呢，因为伫校内底拢是同学嘛，都直接叫名。譬如讲叫阿凯啊，同学安尼叫嘛。转到厝呢，碰到阮表兄都爱叫阮阿舅叫啥？叫做阿杰。转到厝呢，足自然的，阿凯啊，今安怎安怎？阮阿公听着就生气，是毋是阿凯？无礼貌，叫啥？叫杰啊。所以就讨厌讲，阮根本就是同班同学，校都叫阿凯啊，等到厝里竟然叫杰啊，这是啥物？这都是咱华人，咱的伦理道德。咱讲无共款的辈分，你袂当安尼叫，这叫啥？无礼貌。若是安尼，咱如果将咱的囡仔号名时，名的内底迄字遐个字袂当安怎？甲长辈的名有共款的，因为你的后生的名，比如讲好，阮爸爸叫做英林，阮的囡仔名内底都袂当有英林这两字，为什么？这是对时代无尊敬。确实，咱想看卖，我相信咱一寡兄弟就知，伫欧美的社会，这阿伯啊。叫 uncle 就准煞，甚至是安怎关系较密切的，会当直接叫名，都亲像阮表兄讲阿凯啊，安尼共款，甚至会当将囡仔号名的时，将咱讲阿公的名，感觉讲哇，阿公真正对家族最有贡献的，会当将伊的名放伫囡仔的名的内底。所以咱时常听到咱讲二世 Junior、二世、三世这种的概念，这是啥物？这是欧美的伦理道德的方式啊。所以我要讲，如果是安尼的是伦理道德有范围的限制，一寡的华人如果离开咱讲台湾的文化处境，来到欧美生活久了后，伊自然就袂照咱华人的伦理道德的模式来生活，真侪时阵伫会照欧美这伦理道德模式伫行，所以转到咱拄仔所问的问题，基督教信仰是起坐伫伦理道德顶面的信仰吗？如果用这个概念来看时，保罗伫讲哥林多教会兄弟所讲一寡事，无妥当，无应该。安尼是毋是搬离开哥林多，搬到非洲，都 OK 啊？敢是安尼？如果是安尼，是2000多年前，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真侪提醒，对现今的你我伫台湾你我都不成立了，不是吗？这如果是安尼时，安尼咱定心要去想，到底基督教信仰是起坐伫什么顶面？如果咱斟酌看保罗的批信，咱会发觉，保罗真清楚去明白，嘛真清楚提醒咱，基督教信仰是起坐伫生命顶面的一个信仰，起坐伫一个上帝所创造、上帝所拯救、上帝所塑造的生命顶面的一个信仰。换一句话讲，上帝所创造、上帝所拯救、上帝所塑造的人所显露出的信仰生活的模式，这就是咱所看
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是安尼的时，毋那是2000多年前哥林多教兄弟，现今你我，咱拢是上帝所创造，咱是上帝所拯救，咱的性命是上帝所塑造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的兄弟的提醒，对哥林多教的兄弟的要求，对现今的你我拢共款。因为咱看到保罗提醒哥林多教的，保罗嘛伫伊真济批信内底，咱看到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是生命。所以咱时常讲换新，换新的是什么？是生命。咱讲更新的是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拯救的是生命，所换新的是生命，毋是一个咱讲头衔，一个身份名称的改变。耶稣所拯救，耶稣所帮助是规个生命的扭转啊！也就是因为生命的扭转，互咱看到是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来去扭转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来去帮助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来去互人的生命来换新啊！所以咱看，这就是咱所看到保罗伫遐经文内底伫讲，伫基督的内面啊，基督教信仰所显明的生命是上帝所换新的生命，是基督所拯救的生命。基督用伊的生命来去拯救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因为基督国活进入、充满、塑造、改变，所以咱的生命是甲耶稣基督的生命密切结连做伙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咧讲，是毋是？咱讲照信仰的生活所代表意涵，是咧讲。咱的生命是毋是有确实实继续不断踮伫基督内底？咱的生命是毋是确实实不断照着耶稣基督生命来去改变，来去影响咱的生命？所以因为安尼，咱看到保罗伫甲哥林多教会提醒的时，伫提醒伊讲爱。伫真理内底的活，所以你咱看到保罗批信内底，很多时候真侪时阵，迄个生命、迄个活，拢是用不断的方式来去凸显、来去表明啊。当哥林多教会兄弟的生命是确实活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时，确实伫基督的帮助之下，来面对生活一切的事物的时。自然，伊就会去明白了解，伫街头、伫路口听到这个言论，是毋是有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伫厝边头尾伫行一寡仪式的时，因为有耶稣基督进入伫生命中，就要去想、去看、去分析、去审视，讲这个甲基督的教导。是毋是有冲突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你讲活伫信仰内底。所以同款，咱伫今经文内底，你趣味你来看华语的圣经，咱的金句你讲，你们总要审查你们要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讲同款的事啦。什么叫做有信心？什么叫做有信心？就是认捌耶稣，相信耶稣，照耶稣吩咐来行，这是信仰的显明，这是信心的显明，这就是活伫信仰内底，这就是伫基督的内底啊。也就是安尼，咱看伫经文的同尾，今经文咱看一个真要嘅提醒，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并毋是伫讲咱袂做无好的代志。
完全的人，毋是讲咱参像圣人共款，头上有一个光圈，讲话拢轻声细细，袂生气，做什么事拢对人真好咧。如果咱斟酌看保罗伫经文内底，伫规个真济批信内底，互咱看咱的信仰，讲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就是活伫信仰内底啦。完全的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同在。咱都讲，你言行举止，你所想、所看、所做，拢会照耶稣的吩咐来行。你思考一切，拢从耶稣的心做一切。这才是保罗所讲完全的人。嘛，咱看到保罗就是安尼来，搁一遍伫伊的批信同尾来提醒哥林多教会兄弟，是毋是有活伫信仰内底？嘛，伫提醒你我，咱是毋是活伫信仰内底？咱的生活是毋是有时常甲耶稣基督结连？是只有伫做礼拜时，坐伫这个所在甲耶稣基督结连。离开礼拜当天，行到楼骹，耶稣下礼拜见。生活时、食饭的时，才咧祈祷讲主啊，帮助我。食饭了咧，耶稣谢谢，晚餐见。你生活，你出去甲人指接的时，继续用你的方式，继续用你认为我是有理呢？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是你对不起我呢？保罗嘛是伫提醒你我，咱的处境甲哥林多教的处境是同款的。伫追求真侪知识的时，这知识言论，兼是真正是上帝心意嘛？生活内底有人有真侪生活模式，有真侪习惯，有真侪伊的行为。可能是起着伫伊的伦理、伊的生活处境顶面伦理，却是这甲咱的信仰是相对无符合的。保罗伫提醒咱如果有耶稣基督同在，咱会用耶稣的眼光来去看咱生活的事。咱嘛有耶稣的智慧，知影要怎样甲遮的人三甲之交。毋是看到隔壁伫拜，你讲哎哟拜偶像。咱是有耶稣，咱看耶稣伫福音书内底，耶稣甲一寡人斗阵做伙时，耶稣当然有真歹的事，却是耶稣犹原有真温柔的事。甲遮犯罪人，甲遮的人斗阵做伙食饭。食饭伫犹太文化内底所代表是啥物？认同、接纳，咱是做伙，这甲咱台湾华人文化真共款。耶稣用伊的智慧面对无共款的人，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因去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物。保罗伫搁一遍提醒你我，特别伫现主时的台湾，咱伫这个所在生活，咱伫这个所在诚侪教会。咱伫这个所在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咱要怎样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保罗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咱同心来祈祷。主愿你帮助阮，当阮面对处境甲哥林多教会的处境同款的时，上帝感谢你，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平平诚做现今阮的提醒，提醒阮不断来审视阮的生活是毋是有活伫信仰内底？活伫信仰内底，毋是只有外口的行为有伫教时参与聚会，有当值服侍安尼尔定。活伫信仰内底，一个真要紧，互阮看到保罗对阮的提醒，嘛是上帝你对阮的心意。就是互阮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互阮的信仰，互阮的性命，互阮的眼光，互阮所想所做一切，拢是用耶稣基督对阮的听
来做一切的根基，用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生命样相、生命款式，有缘成做阮现今伫台湾生活时的样相。愿主你帮赞。真侪时阵，阮知影，却是阮软弱。因为面对现今社会有太侪言论，有太侪思想，直到阮真正毋知要怎样。愿圣神你运行帮赞，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圣神的气力引带之下，互阮真实活伫信仰内底，互阮真正成做完全的人。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咱感谢张牧师用圣经的话语来甲咱三面的，咱再次用拍拍感谢张牧师。下面我来报告，毋对，这是咱要来念这个回应上帝回圣诗吼，圣诗第553首，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养，互人心无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永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光救主耶稣。请咱起立来吟。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佑，人因无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用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用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欢喜出声。不用救主多听他，给人帮杀性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咱就无受公义。来干净，永永袂为安息。为主来做伊干净，心灵主的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心意做的世情。大日互大来向前，老袂为到天顶。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叫做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叫做耶稣。请坐。
时咱要来奉献，请义节执事甲济南执事来书献。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的从你无很火力，有出龙破力气，我的在的小手。请坐。这是请咱献开周报，我来报告。报告事项，咱今日感谢张牧师的讲道，愿主祝福张牧师所做的工。第二，后礼拜第84讲道是陈义智牧师，这陈牧师伊是咱西湖教会开拓陈义明牧师的小弟，伊的题目是顺服带来祝福。经文是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第三，咱教会因为林义文牧师离职了，暂时由我代理代表人。照规定，代表人就无适合搁做出纳的工作，所以由民兵技师来接任。经过几落礼拜的交接，拢已经上手啊！吼，咱也感谢民兵技师为咱教会来调和吼。第四，咱的会议报告的时阵吼，咱来看，咱6月份迄个总支出甲总收入是139440，总支出是76667，所以6月份就有剩62773，7月是总收入是103374，总支出是46551，所以7月份的这个结余是62723块吼。咱过来看下骹有一个5月份总结余吼，不管是5月份总结余、6月份总结余，也是7月份总结余的时阵咯，这就是有包括顶年度的迄个结余款吼，108161块。因为咱这个5月份，因为伊个5月总结余是134543块，这个扣掉这个顶年度的迄个结余款108161块，所以到5月份的迄个结余款就较少，是26382。因为5月份会较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咱5月份咱教会每年的6月份甲12月的支出会较济。因为咱林牧师伊要到5月31的时阵离开，所以就是甲6月份迄个支出的迄个提早伫5月31就支出，所以等于这6月的支出就拢迄个牧师社礼的支出就拢提早伫咧即个5月就支出去啊。咱教界消息，
咱家己来看吼。咱即摆来看咱聚会活动吼，主日礼拜是每日礼拜10点，咱献歌队练唱是主日的8点45分吼。咱早间祈祷会是每礼拜拜五的暗时7点半。咱即礼拜要早的经节是箴言25章吼，25章。咱顶周嘅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会使甲民兵结束甲唱灭结束来竞争哈。咱来看后，咱这圣港事奉吼，咱即礼拜交代是素琴节甲槟榔香，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唱灭结束。咱后礼拜的讲道是单一地牧师，书会是民兵结束，书琴是献文节，领唱是以样香，书献是唱灭结束甲自然结束，交代是社保节甲苏长老，清扫是社保节。咱即摆来看正边的下面的本周的金句，咱用台语汉语版来读2遍了后，再用华语版来读1遍了后，才得读这个经节的所在。来，咱请咱大家来读。练着先察家己，看有照信仰的生活无，着考验家己。耶稣基督伫恁内面，恁家己一定知。考验若无通过，就免讲。恁着先察家己，看有照信仰的生活无，着考验家己。耶稣基督伫恁内面，恁家己一定知。考验若无通过，就免讲。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互相请安，也是坐伫原位用讲手来代表。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咱要来念咱圣诗第397首，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阳光变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咱吟诗所请丁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阳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运行相通，甲恁同在，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